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过年包红包第年，都爱包偌济，才有行情，才袂失礼咧。网络顶才咧讨论哦，讲若是包互爸母时代，行情是6000块来起跳；若是要包互囡仔，国小以下就是600块起跳。啊，其实哦，过年包红包甲囡仔过年，是对囡仔一种祝福，会当互囡仔逢凶化吉。啊，若时势包红包互时代来过年，是表示一种的感恩，是一种的心意。啊，都爱赞力，钱的偌济无重要。啊，过年这个第年钱、压岁钱的由来，来看咱这个报道。第年钱是有故事由来的。听讲古早时代过年暝有一只猛兽叫做水，伊伫暗时的时阵会要去人家摸囡仔头，惊到囡仔妈妈吼。爸母甲买的铜钱用红纸给包起来，放伫咧囡仔枕头骹。讲也奇怪，这只猛兽水竟然都唔敢来闹。爸母只好斗小报，大家同齐来，就成做代代流传的第年钱。不过即摆第年钱要第偌济咧，就有人安尼讲，互家己囡仔就看年岁调整。小一盒包600到800，搁中以上1200，逐年增加到3600。如果是包互朋友的囡仔，200到1200，意思。啊，互爸母是大人，一般行情是6000块起跳。不过等出社会，或者是考虑到经济，3600起跳，就较袂失着咧。啊，过年若第年钱买第只惊，便若拄着团圆日，亲情50，就拢真甲你关心。啊，你薪水偌济钱？当时要结婚，结婚煞当时要生完爱个生啦。然后2个都男的嘛？ 2个都男生。那会不会有人会问说，哎，都2男的，为不生个女儿？万一又是男生怎么办？哎，会不会问说，要不生个女儿啊？哦，会这样问。那你这怎么回？关门大吉。所以过年时啊，上好莫讲问伤济，爱加讲好话，才袂加互人怨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